即摆的人不管是拢咧用手机啊，所以视力严重来退化。都有妈妈为了要帮囡仔保养目睭，会定期互囡仔食这个叶黄素。结果这4岁囡仔因为食过量的叶黄素，是食甲2只手拢反黄。医生讲，大人会当食叶黄素，但是囡仔食青菜都有够啊。讲囡仔若食伤侪营养品，颠倒会造成身体负担。这个囡仔手真正有够黄，你看伊的目睭白人是有够白，无像黄打白人的黄落落。原来是因老母无度管伊耍手机啊，佮惊讲伊会近视，所以讲呢，脑筋一个转，伊的叶黄素嘛摕回食。伊这个4岁后生食了后1个月尔，规身躯拢反黄，结果变成红菜头受贿症。应该黄疸之余，它的巩膜也会变黄，小便会茶色或者其他肝胆的症状。这小孩子看起来精神很好，那他是吃叶黄素引起。大人会提心吊胆，是因为国健署的调查，全台湾8成国高中生拢近视，偏偏这个黄斑部的色素上皮细胞是来自叶黄素的制造，规期互囡仔一直食，一直食过头。新鲜的一个食物里面做补充，以绿色的这个蔬菜跟比较像是橘黄色的这个食物里面来做补充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吃绿色的蔬菜的话，其实建议就是要用油下去炒，才可以提高所谓的叶黄素的吸收率。囡仔目睭袂使凊彩，那呢都爱加食青菜。